缅甸发生大地震，目前有7644个人死亡。缅甸的军政府向外口来救援组国际有派救援队起来是送物资，要去甲缅甸的灾区斗3工。不过缅甸的海关这边速度慢，有不少救援队也伫咧等通关。这边的灾情这样严重，美国就估计死亡的人数恐惊会超过7万人。 在坡山内底，在地缅甸瓦城倒塌公寓下面，已经30点钟的妇女总算互救出来。伊的翁嘛欢喜拥抱倒伫两桥的家后。所以呢，这里大家里的保重，啥嘞心没那么轻，保重都拼命的来，演个新单铺，前年演的，အခုတော့အဲ့လိုမျိုးရလာတော့ကျွန်တော်အရင်ဝမ်းသာတာပေါ့ဒါပေမဲ့အခုကြာနေတာကျွန်တော်လည်း insulin အခုဖြစ်မှာဆိုလို့ 缅甸发生地震到暂时已经超过48点钟，搜救人员无眠无日伫倒塌的建筑内底，加时间并小走抢救人命。暂时累计有超过1600人死亡，佮有至少2600栋的徛家，60间的学校毁损，当然有名的景点来阴湖的美景嘛看袂到咯。当局军政府领导人明昂来真肯向国际社会求援，各国嘛用行动表示提供援助。美国总统川普承诺会提供协助，印度是由印度空军运送头一批的物资。 包括卫生用品、毯纳、粮食跟民生用品，已经抵达缅甸的经济大城仰光。另外，中国甲俄国的救援队伍嘛，分别派出82个人甲120个人进入缅甸救灾。中国救援队搁伫缅甸首都奈比多救出1名搁活的人。 这个地震，互包括首都奈比多、瓦城等6大城市，拢加做重灾区，灾区受到通信严重袂通，伊个是内乱交战的地区，加上地震造成的停电、甲基础设施毁损，拢增加救援的困难度。 这是缅甸反军政府势力的民族团结政府嘛发出声明，会为30开始在定灾灾区停火2礼拜，而且会甲联合国机构、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临时救援甲医疗营地来协助救灾。但是另外一个定灾现场，泰国曼谷暂时已经有中国的工程师甲美军的救援队伍抵达现场，协助找找个活的人。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。